台北国际册展今仔开幕，登到册9，今年计共有29个国家504间国内外出版社参加。一透早就有未少民众排队了，踮咧入场。今年嘛有未少台湾的出版品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拜二透早，就有侪侪民众行入册展。今仔是第33届台北国际册展开幕头一天。今年册展的主题是“阅读与世界”，计共有29国504间国内外出版社参与。总统赖清德也伫开幕典礼顶悬致辞。投资股票啊，有赚有赔，但投资自己啊是稳赚不赔。特别是知识就是力量啊，买书看书，这是。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。出版产业呢，其实说真的，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产业啊。可是呢，只要大家持续的都来、都投入、都加入，用我们共同的力量，一个产业它可以创造我们共同的繁荣。台北国际册展当年拢会颁发册展大奖、甲出版的设计奖、金蝶奖，其中册展大奖佫分做小说奖、非小说奖、儿童青少年奖。台语散文录《西北河》的下晡是头一个台语出版品得到台北册展大奖，作者刘静官真欢喜，也表示用台文书写会使甲较早的生活记忆找回来。写台语有一个感觉较实际，因为拢爱经过较侪思考吼。佫吼一方面，真侪古早代志、古早话拢找倒转来，找来头壳来，觉得这点很棒。这本台文散文录《西北河》的下晡是作者将生活日常的趣味带用台文记录落来，用轻松的方式带民众走入台文的世界。另外，这本外形亲像一套金纸的册，是阮剧团的台文剧本册，甲充满台湾文化元素、传统信仰的金纸摕来做出版品的包装。阮剧团这本华台文的剧本册也得到金蝶奖的银奖，显示台文出版品这几年的发展，毋但内容丰富，创意也无限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